一位傑出人物的思想和行為、智慧和勇氣，往往能在我們身上產生無比的啟發作用。本系列錄影帶將古今中外偉人的著名事蹟，用輕鬆的影像在電視裏顯示出來，使孩子們在歡樂中不知不覺地培養出正確的人生目標以及良好的做事態度，希望能對各位關心孩子的父母有所幫助。羅丹喺距離而家大約100多年之前，喺巴黎一個貧窮嘅角落裏面住咗一個男仔。佢對於任何嘢都冇興趣，所關心嘅只係物件嘅外形啫。每一日佢都好留意物件角度嘅變化，尤其係喺學校，佢對於教科書裏邊嘅內容，佢從來都唔放喺心裏邊嘅。由於佢最有興趣嘅對象只係形狀，所以讀書成績並唔理想噃。有一日，佢喺盧夫勒博物館裏邊見到古代雕刻品，不禁油然向往。於是佢由早到晚都用黏土做成各種不同嘅形狀，後來仲開始模仿做一啲古代偉大嘅雕刻。當佢努力完成咗之後，就一個人走去盧夫勒博物館自己沉思默想啦。最後佢更加由一張紙嘅波紋明白到雕刻嘅形狀係要注意由內鼓起嘅力嘅。呢個獨特嘅雕刻家雖然冇受到人重視，但係佢嘅傑作《思考着的人》到而家仍然係展現喺我哋嘅眼前嘅。羅丹思考着的人，呢一度就係巴黎啦，大約距離而家100多年前，喺巴黎呢一度嘅一個好貧窮嘅角落裏邊，你可以話係相當別致，但係你亦都可以話係呆板。不過唔理點樣，呢度係有一個男仔，佢個名就叫做奧古斯都羅丹。咩嚟咧？係空樽嚟喎。哎呀，睇下，喂，呢啲形狀好得意啊！喂，個樽底係圓形噶。你都傻嘅，逢係樽都係圓噶啦。喂，睇下，咁樣可以睇到2個圓圈噶。咁啊，梗係啦，傻瓜，有邊個唔知樽係圓噶？由羅丹所講嘅說話，就知佢對於物件嘅形狀係好有興趣。大家都知路易15係喺1710年嘅時候，由瑪麗亞·迪尼莎奧華同埋布魯哥紐公爵所生嘅啦。佢亦都係路易14嘅曾孫嚟嘅。喺學校裏邊嘅羅丹係好唔專心上堂，佢關注嘅只有形狀嘅變化。所以當時實際上嚟講，政治係由菲列多路利亞所擔當。形狀啊！菲列形狀啊！就喺同英國嘅外交上面嚟講，奧古斯都啊，係，由此可以推論，所有反對菲列多路利亞嘅中產階級嘅怨恨越嚟越犀利啦。代表中產階級嘅聲音係有曼德斯溝，仲有就係奧亞迪路同埋形狀啊！呢班人經常都敢作敢為嘅。由咁嘅情形睇嚟，佢嘅成績一定係個嚴重嘅問題。不過羅丹嘅命運卒之喺呢一日改變咗，因為喺盧夫勒美術館，佢見到好多古代嘅雕刻。個雕刻好靚啊！
哇！我今次死啦！我蕩失路啊！羅丹，你喊咩啊？我翻嚟啦！就咁樣整啦，一於照做。哦，爸爸媽媽，我唔想同其他人咁啊，去嗰啲普通嘅學校，同埋啲我唔中意嘅嘢。我希望你哋俾我去學雕刻啊！因為咁樣，羅丹就得償所願入咗職業學校。喺呢一段學習期間，佢亦都好中意寫生。由嗰陣開始，已經冇人再取笑佢所做嘅嘢，佢可以專心一致咁雕刻。而至於有形狀嘅物體，佢仍然熱烈追求。喺呢個時候嘅羅丹，只係一味追求各種形狀嘅啫。啊，得咗啦！畫抑或音樂，甚至其他都係一樣，都一定要做過嘗試之後，咁樣宏偉嘅作品嘅偉大性同優異性先可以體驗到。而羅丹亦都開始咗研究雕刻，開始感受到嗰種偉大雕刻嘅力量，令到佢不其然驚訝起嚟。哇，全部都好偉大啊！要修改下先得啊！如果唔係就笑死人噶啦！佢仍然一個人好努力咁工作。喂，喂狗仔啊，你唔好走咁快好唔好啊？等埋啊！哎呀，我唔該你忍耐下，唔好亂咁喐啦。係啦，向住呢度。哎，係啦，冇錯啦，係咁樣啦。哎呀，哎呀，又智你啊！哇！呢個人個樣究竟係點嘅咧？係咁樣啊？定抑或係咁樣嘅咧？我真係好想睇下。哎呀！我一定要睇下佢個樣啊！哎呀，行過嚟啦！點啊？你冇事啊嘛？究竟係點嘅樣嘅咧吓？咁樣先至可以知道事物嘅真相嘅啫。羅丹獨特嘅地方就係佢不論何年何月，亦都繼續一個人去研究。佢唔單止用盡力量努力咁去做，仲透過自己嘅思考，將所想象到嘅形象做出嚟添。得咗啦！我呢次做到啦！點解都係有啲唔同嘅？有咩唔同呢？點解會咁噶？佢越做就越發覺好艱難啊！嗰種栩栩如生嘅感覺，嗰股強大嘅力量，形狀雖然係好似，但係點解呢？嗰種強大嘅力量，我真係做唔出嚟啊！究竟點解會咁樣呢？點解我做唔到嘅？仲有嗰種栩栩如生嘅感覺，係自己嘅作品點都係唔妥嘅。如果只係講型嘅，自己都覺得做得好好，但係嗰種栩栩如生以及強大嘅力量嘅感覺，始終都冇㗎。
點解呢？以前啲人點可以做得咁好嘅作品嘅呢？咁得意嘅？咦，拱起咗喎？點解會咁嘅呢？係由內側拱起噶，拱起噶。呢種拱起嚟嘅感覺，係啦，冇錯啦，就係呢種感覺啦。呢種感覺係人哋冇辦法教得到嘅。不過羅丹佢下咗好大嘅苦心，最後以自己嘅手去探索，以個人嘅力量揾出雕刻嘅秘密。而在此之前，佢只係注重外形嘅啫。之後，羅丹專心一致於物體嘅偉大研究，佢不斷咁作嘗試。喺最後呢，佢卒之製造出充滿力量嘅作品啦。但係羅丹嘅作品仍然係未能夠俾當時嘅人所理解。相信呢一個係同佢太認真、面目太真實嘅緣故有關。因為當時流行嘅雕刻係講求輕同埋修飾嘅。好彩當時羅丹佢能夠喺被嘲笑同埋俾人稱為傻瓜之下，仍然堅持自信，繼續努力向前邁進。佢雖然只係一個人，但係都能夠孤軍作戰到底，冇人願意去模仿佢，亦都冇人願意去問候佢，而佢仍然繼續工作。喺羅丹嘅童年，對於佢嚟講，有時係覺得好別致，有時就好模糊啦。佢經過咗一段長時期嘅辛勞之後，卒之製造出一個偉大嘅傑作，就係思考着的人啦。呢個傑作後來仲成為流傳落嚟充滿力量嘅作品。此後呢個偉大嘅作品仲成為咗羅丹嘅首本名作，同其他嘅古代雕刻並列，繼續強而有力咁屹立人前。達爾文喺19世紀嘅英國，有一個偉大嘅博物學者查爾斯達爾文出生咗啦。出生於名門望族嘅達爾文，被身為醫生嘅父親有意栽培佢繼承父業，以光耀家族嘅聲名。但係達爾文並唔想喎，因為佢係個好中意四出收集昆蟲以及植物嘅人。雖然佢經過父親嘅囉嗦之後，再次埋首讀書，但係佢仍然都係想住蝌蚪同埋青蛙，想住追逐雀仔同埋狗仔，去執骨頭啊，又或者係幻想翼龍等等。喺佢答應父親嘅同時，佢亦都係想住做緊佢中意做嘅嘢嘅。為咗讀醫學，佢去咗愛丁堡大學就讀。喺嗰度，佢對於生物學嘅興趣係大過醫學嘅。喺佢父親嘅憤怒之下，達爾文仍然熱衷於自己嘅興趣。之後，佢成為咗測量船比古魯號嘅調查學者。喺比古魯號嘅航行之中，後來有名嘅學說總的起源就應運而生啦。達爾文。查爾斯達爾文係個英國博物學嘅學者，喺距離而家100多年之前，佢大膽咁發表咗第一篇有關於生物進化嘅理論。達爾文，爸爸，咩事啊？你聽住，身為查爾斯家嘅一份子，千祈要爭氣，你記住好好讀書。爸爸，我知啦，我一定會俾心機噶。其實我對爸爸係好尊敬，因為我知道我爸爸喺當時嚟講係一位好醫生，佢不斷學習新嘅醫學，對社會作出咗好大嘅貢獻。喺我哋嘅家族有好多著名嘅學者同埋詩人，就正因為咁樣，我最敬愛嘅爸爸，佢亦都希望我能夠成為查爾斯家出色嘅分子，所以佢每日都要我努力咁讀書。記住要好好咁讀書啊！我希望你好似爸爸咁成為一個醫生。查爾斯家嘅架你唔可以丟㗎。每次做親嘢都一定要俾人左右，但係同讀書比，有好多嘢我更加中意去做嘅。就好似尋日俾我發現嗰朵花，今日會變成點呢？達爾文，你做乜嘢？喂，達爾文啊，不如我哋一齊去果園嗰度摘土啊！不如我哋一齊去收集村裏邊嘅蟲咯。我聽到佢咁講，覺得收集村裏邊嘅蟲係一種挑戰，於是我接受咗。達爾文啊，你做咩唔讀書啊？
21、22、23。木嘅根部同啲泥土裏邊都有好多蟲喺度嘅，睇嚟附近都仲有喎。梗係硬殼蟲嚟噶咯。計埋呢隻咧就25啦，59、60啦。喂，你哋睇下我搵到幾多？大主任，甲蟲方面呢有12種，而蝗蟲呢度就有8種，蝴蝶就一共有20種，蜻蜓方面呢就有10種，蟲嘅蛹呢就有7種咁多啊！我搵到咁多啊！我問你哋服未啊？我真係服咗你咯！你收集物件嘅能力真係令到我哋好佩服啊！你真係好嘢啊！如果係有興趣嘅呢，咁就唔覺得困難噶你有冇啦。興趣收集海裏邊嘅貝殼啊，達爾文？嗯？咁你對於植物嘅名啊都好熟悉噶咯。啊，達爾文啊，你好叻仔，我服咗你咯。但係大人嘅見解同我係有所不同，尤其係爸爸，佢嘅見解係與別不同。我認為最重要嘅礦石同埋我最中意嘅植物，我爸爸都當係垃圾。達爾文啊，你一定要成為醫生啊，唔好再收集埋啲咁嘅嘢啦，知道嘛？我為咗要令到爸爸開心，唯有順從佢嘅意思，要自己俾心機讀書。不過後來，我覺得要我真係專心讀書，我真係冇可能做得到。到底點解會咁嘅呢？為咗爸爸而去做啲我自己唔願意做嘅事，我覺得好疲倦。如果要出去行下咁就好啦。我諗我一定會見到一啲好開心嘅嘢，話唔定可以見到一啲好稀奇嘅雀鳥。但係打開圖鑑睇下，竟然冇喎，真係好失望。如果呢本書係冇記載嘅，而我又係第一個發現者，咁我一定會名留千古。嗯？達爾文，你翻嚟啦？係啊，家姐，我翻嚟啦。俾我睇下你個袋度裝咗啲乜嘢？唔好啦，我裏邊都冇嘢嘅。我唔信啊！你快啲俾我睇下，你個袋度點會係冇嘢嘅？你去咗咁耐，一定有嘢執翻嚟嘅，快啲俾我睇。家姐，我翻咗嚟啦。俾我睇下個袋。隨便啦。嗱，吓？哎呀，奇啦！
達爾文啊，話俾爸爸知嗰啲書你讀晒未啊？爸爸，我讀晒書噶咯。仲有啊，你有冇再收埋嗰啲無謂嘢？我冇啊，我邊度仲咁？係咪真啊？哦，我已經食飽啦。我16歲嗰年，爸爸叫咗我去，話有嘢同我講。你學做醫生都差唔多時候噶啦，去愛丁堡大學讀書嘅事，我已經幫你安排好晒噶啦。嗱，記住啊，好好學習。我由細個嘅時候開始就已經被安排做醫生噶啦。為咗要令爸爸安心，我唯有一直都順從佢。可惜大學嘅課程對我嚟講根本一啲趣味都冇。不過我最開心嘅就可以認識到一班好同學，因為佢哋都係好中意收集文件嘅。達爾文佢係一個專門嘅研究者，唔單止專門學習生物，有關自然界嘅一切，佢更加中意尋根究底，務求查到水落石出為止。但係達爾文佢對於生物研究比起醫學方面有更大嘅興趣，而佢熱衷生物研究嘅事，卒之俾佢爸爸知道咗，就係咁樣。達爾文被送到去金堡理治大學嗰度讀書，而喺新環境裏邊，反而令到佢更熱衷於各方面嘅研究添。喺大學畢業之後，佢成為一個好出色嘅調查學者，仲以4年嘅時間作環繞南半球一周嘅長途旅行。哎呀，真係激死人啊！達爾文佢點解要咁做啊？佢點解唔聽我說話呢？算啦，仔大仔世界，話唔定佢咁做係啱。呢個旅行唔單止令到達爾文大開眼界，而且仲令佢對於所有生物嘅成長過程作出咗深入嘅思考。回國之後嘅達爾文對於旅行嘅成果以及長久思考嘅事情作出咗深入嘅研究。咁即係話喺生物嘅世界度，只要能夠適應自然界嘅一切條件嘅，就可以繼續生存；相反呢，就會被淘汰啦。呢啲就叫做進化論。達爾文一共花咗20年嘅時間，直到最後寫成咗一本叫做《種的起源》嘅書。喺世界上，只有適者先能夠生存。兒童影音出版社搜集咗世界偉人嘅名人生動事蹟，製成《偉人物語》呢一輯錄影帶，不單止趣味性十足，而且富有教育意義。科學家牛頓。牛頓啊，好心你啦！你有冇聽過死讀書係冇用㗎？你應該出嚟玩下。細蚊仔成日韞喺屋企，陽光都唔曬下，好易病㗎。蘋果會跌落嚟，點解會咁呢？係蘋果向地面跌落嚟嘅喎。係咩原因呢？點解地球可以令到蘋果跌落去個表面呢？無論喺幾高嘅地方都好啦，蘋果始終都會跌落嚟嘅。護士制度嘅始創人南丁格爾。馬奇，你細心諗下，醫院而家雖然變得好乾淨，但係點解仲會有咁多人死嘅？即刻已經3個月，但係我對啲病人仍然一無所知。究竟係清潔重要啊，定係規則重要呢？你叫做咩名啊？我叫做比利啊，南丁格爾小姐啊，你讀聖經俾我聽可以嘛吓？好啊。由嗰晚開始，南丁格爾每晚都巡病房一次。金屬活字印刷嘅發明人古騰堡。媽媽，哎呀，乜你又試喺度偷懶啊？快啲翻去修道院度做嘢啊！快啲啊！係。約翰啊，你聽住啦，
媽媽真係好希望可以攞住你嘅聖經，好驕傲咁參加每個星期日嘅彌撒。但係而家啲聖經咁貴，我相信主教都唔會有錢買一本俾我哋㗎啦。唔理係幾細本都好，如果你真係可以為咗媽媽做一本聖經嘅話，咁就好啦。征服歐亞嘅亞歷山大大帝。亞里士多德佢話過，話我哋好似兄弟一樣。你想去邊啊，布花洛斯？亞歷山大，你聽住，你要有夢想，亦要有理想。只有一件事係人類必須嘅，佢就係夢想。前進，衝啊！為咗要討好年輕而好勝亞歷山大，馬其道利亞周圍嘅國家都紛紛向亞歷山大朝拜。偉大嘅唐朝詩人李白與杜甫。呢度咧明明係景色好靚，你就偏偏話唔靚，你真係唔識欣賞啊！嘿，有乜咁靚得㗎？你又唔諗下而家長安城有幾多百姓喺度捱緊苦啊？仲有心情？李白先生，皇上有旨召你入宮替佢作詩啊！乜嘢話？哎呀，皇上就喺宮入邊設宴，所以叫我入宮幫佢作詩助興。嗱，呢啲係獎金嚟嘅，寫完詩之後咧，重重有獎。先生啊，請你馬上上船啦！動力飛機嘅發明人萊特兄弟。人力嘅滑翔機咧，冇考慮到駕駛裝置嘅操作同埋位置。最重要嘅部分咧，始終都係駕駛裝置。如果冇駕駛裝置啊，始終都會好似佢哋咁跌落嚟嘅。呢個內膽好唔好啊？唔該，等陣先啊！如果機翼好似咁樣彎落嚟，一個充滿陽光嘅早上，佢哋兩兄弟將呢架飛機命名為飛人。炸藥大王諾貝爾。爸爸，你唔可以咁樣做噶。咁做唔單止係為咗國家，仲可以賺錢噶嘛？唔得噶，硝酸甘油只可以用嚟開山劈石噶咋。諾貝爾啊，炸藥唔單止有助於戰爭，對於科學發展亦都好有用。你應該向呢方面發展先至啱嘅。爸爸，你點樣講都冇用噶啦，唔得就唔得啊！假如炸藥處理不當咧，係好危險噶，要再研究先得。大文豪達文西。好高興我今日能夠出席呢個慶祝會，並且用呢度咧作為物理學同埋機械工程學嘅快樂實驗場啊！喂，等陣先啊！你成日都話唔記得完成作品嘅，淨係掛住觀察分析搞其他嘢啊！你都唔明嘅，作品唔係憑空想像嘅，而係要觀察同埋分析。哎呀，我明啦！總之啊，你盡力早日完成啦。喂，薩拉爾喺咪度啊？喺度，女士。馬嘅骨骼同埋肌肉組合形態好多嘅。發明家愛迪生啦。你攞住隻雞蛋做乜嘢啊？孵雞仔出嚟咯。你話咩話？阿路，乜原來係你放火啊？你究竟想搞乜鬼嘢啊？我只係想知道火係咩，同埋啲火喺邊度嚟嘅啫嘛。我淨係咁啫嘛。你嗰個肚點解會搞到咁痛㗎？我做實驗啫嘛。我要孭佢去揾醫生先得啦。傻仔啊！你做實驗點可以攞人嚟教飛㗎？對唔住啊，媽媽。航海家哥倫布。係東方見聞錄啊。一個黃金嘅國家日本，冇錯啦。如果由葡萄牙出發，應該會係最接近日本嘅歐洲國家嚟。如果向西出發呢，一樣會去到嘅。女王陛下，如果能夠得到你嘅幫助，我去到東方嘅日本，得到黃金之後，一定會攞翻嚟俾你嘅。咁都幾得意喎！我哋希望各位家長喺同細路仔一齊收睇呢餅錄影帶嘅時候，能夠盡量解釋俾細路仔聽偉人嘅事蹟，等佢哋明白到入邊嘅道理，可以從小培養良好嘅品格及人生觀。多謝各位。